欢迎收看基本的夫妻理解节目。基本的图的理解，乡亲朋友去看戏哦。看戏看马家戏吼，掠出去当特别哦。马家戏等下是地嘞，所以来分享你记唔记来宾哦？一开始来分享嘅来宾系掠只剧团嘅团长，记得系沙丁碰客剧团嘅团长马兆基分享。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沙丁庞克剧团的团长马兆琪，欢迎团长，好，谢谢主持人。上年下来咧介绍系第读界冉冉，然后来系昨天讲系记得界团冉吼飞卷。大家好，我係飛卷，同歡喜又來到福氣來咧。分享飛卷係不是第一次，係聽一拜。對，而且你剛才那個自我介紹，其實客家話講得清楚。安子誰有？團長是第一次聽慧君講客家話嗎？對，第一次是不是？平常比較多說的是客家國語啊。因為團長唔係客家人，唔過飛卷係客家人，係苗栗嘅客家人。佢說基本團長第一次聽到，覺得怎麼樣？覺得很好聽，覺得以後應該要多講。對，因為那個慧君那邊介紹的時候，團長就說：“哦，你客家話講得清好呢，對不對？”然後慧君就說：“還好啦，其實沒有那麼難，對不對？而且你聽起來是不是也跟聽法文差不多？”對呀，像在唱歌一樣。對，有一種美感，衝嘛。對啊，我覺得有時候學習不同的語言就會按一個感覺，因為有時候你演戲的時候也會用到不同的語言。對，你有時候你會中日本語嘅時間，你要講日語，對不對？對啊。然後你會。對不對？你要演去法國留學，你可能會講法文，對不對？對啊。那多數給你來到鴉片，就會有沒有？就是可以講一些客家話，對不對？蠻有趣的。對。不過曾年青防疫給你來到鴉片，其實是要跟大家介紹新戲。對，太棒了耶！這個新戲的名稱叫做《再一次美麗人生》。對，好。這是一部怎麼樣的戲呢？當然，趕快來交給團長，先簡單幫我們介紹一下這一部新戲。好，首先這是一部讓大家看了會很開心的喜劇，因為我們都是用小丑的形式來演出這一出戲，這樣子，所以是一個會讓大家看完之後哈哈大笑的喜劇，這樣子。太棒了！我覺得現代人生活壓力很大，好適合哈哈大笑的戲。我講的是真的，因為有時候你上班的時候壓力很大，然後晚上想說，哎呀，來看部電影。如果那時候跟天陽都是那種很沉悶的，就是說比較內心戲或什麼，你看完之後壓力更大。對，現在很需要這樣子笑。放鬆一下，對，放鬆一下。可剛剛團長講了，這次裡面有很多的小丑在裡面。對，真的，慧君這次裡面演的是什麼？我這次演的是我自己的小丑角色，叫做小花。是，所以就是小丑，是不是？對，那它大概是講怎麼樣的故事？其實，這樣講起來，大家可能覺得很沉重，因為我們這出戲講的是死亡這個主題，怎麼樣跟大家說？對，但是呢，這出戲有趣的地方就是在於，我們是用喜劇的形式，用小丑的形式來說死亡這件事情。真的看了可以哈哈笑嗎，團長？絕對保證。我用想的我都很害怕，有沒有？對，因為有時候比較沉重的議題，我們會希望透過，比如說像喜劇的方式，比較輕盈的方式，幽默的方式，輕快、幽默，然後它定一下嘅方式來討論它嚴肅嘅議題，大家就不會覺得這麼嚴肅，對不對？所以其實這部戲其實是你們改版的新戲，對。等於說是我們為什麼叫再一次美麗人生呢？因為4年前我們演出了他的第一部叫做《美麗人生》這出戲。相隔4年。相隔4年。這一次我們在做再一次美麗人生。是。對。那美麗人生就是我們的第一版呢，它其實講的是就是一個小丑家族，對，兄弟姐妹，他們呢陸續的趕到了醫院，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的阿嬷被送進了加護病房，所以家人全部都來到了醫院的等候室，來等待阿嬷最後的結果這樣子。然後在這個等待過程當中呢，這一群小丑家族就開始敘述他們家族的故事，敘述跟阿嬷之間的回憶等等等等，所以是一個又好笑又感人的，一個講述家族情感的小丑戲。对，所以这一次就是它的改版，它的续集，对，续集。所以其实飞云在那边演的是小花，这一次还是小花。那没看过第一集的，可以再来看这一集，是没有
是没有问题，没问题黑吗？对，而且他刚才会知道，其实美丽人生这个名字，可是唐也就很漂亮。就是一个你知道美丽人生哦，其实它是一个还蛮内敛的、蛮心灵的那一种剧名，对不对？但是团长又说，其实会轻等一下，很可爱或哈哈笑。其实你们当时美丽人生的诞生也是有故事的。对哦，对，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剧团长久以来一直在做小丑形式的表演这样子，然后我们也会邀请来自法国的讲师来跟我们上课。对，然后呢，在这个上课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说，哎，喜剧跟悲剧是不是真的完全是水火不容，没有办法融合在一块？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一个议题，我们可以用悲剧的方式去说，也可以用喜剧的方式去说。对，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东西融合在一块呢？当我们用一个小丑的方式去说一个看起来仿佛是很严肃或是很悲伤的议题的时候，会激发出什么样的火花？对，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哈，因为其实一开始提供第一集的时候，是因为阿婆有没有在加护病房，听起来就很悲伤，有没有？大家集合在一起，你就会很担心，因为那是亲人很危险的一个时刻。不过团长有讲到小丑哦，可是这个小丑。慧君，我访问那时候第一次访问慧君的时候，慧君是以小丑医师的身份来到亚天来访问。那泰嘎就会知道，什么是小丑医师？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刚刚团长也讲到很关键，我们会邀请到比如说从法国来的讲师来上课，所以我觉得还是帮大家复习一下。其实小丑医师就是你是一个以小丑的形象，对，然后到医院去带给大家。欢乐，昨天很够嘛？我很怕我讲错语文，因为你看慧君就是，对，怎么样？你要好，对，慧君那个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是那样的身份存在，对，就是去到医院跟病童或者是医护人员或者他们的家人陪伴的人，让他们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有一些放松跟开心的时刻。对，所以其实那时候访问慧君的时候也觉得很不容易，因为你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你到医院去，你因为在医院。老实说，你去的那个部分看到的都不是太开心的一个环境或是景象嘛，对，所以才需要像慧君这样，尤其像接触小朋友，对，然后也有小朋友一开始是会很排斥或是很害怕，对，然后但是你们就是要再一次，真的是很不容易，让他们开心。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整体灵感的结合，是，对不对？因为医院是一个这样的环境，然后小丑是带给人家不同的气氛，那为什么他搬上舞台上不可以这样做？对不对？也是有这种感觉。是哦，对，因为我们的剧团也在做小丑医生的事情，然后我们这次的演员呢有3位也是在做小丑医生，所以呢，其实大家在即兴发展过程当中，很自然而然会把我们的生命经验，把我们在工作当中所观察到的事情放到剧情里面来，这样。对，所以这个剧本的创作就很有意思了，对不对？其实因为这有太多是你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对。可是为什么？我觉得从第1部到现在第2部都跟亲人有关，而且第2部是因为跟亲人的离开，这很沉重哎，对，大部分都感觉上好像是比较以这个为主题，对，因为其实亲人之间的感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同身受，并且引起共鸣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家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到。亲人之间、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各式各样的情感，这样子。那所以呢，当我们要用小丑这个议题来做喜剧的时候，很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跟家族之间的情感做一个结合，这样子。对，因为很有意思，因为泰嘎就是第1集的时候是这样，可第2集还是会延续亲人，但做了改版。对。那我们第2集。其实就延续第1集的故事情节，只不过到第2集的时候呢，是阿嬷已经离开了，所以呢，家里面的兄弟姐妹呢，又集合到了这个家族里面来，然后是等于说一边。送阿嬷最后一程，一边呢，大家也开始在面对生命与死亡的这个议题，这样子。对，真的，我觉得还没有去看戏哦，泰嘎就会吃到亲有意思哈。你胸口那有一群小丑，
对，然后他要带给大家黑青，我们说很幽默、轻塞口给喜剧。可是刚刚团长讲的剧情是阿妈离开了哦，我们一群人要对，要把阿妈送走，对不对哦？然后呢，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经历生命这么艰难的时刻，可是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对，所以慧君，你在这里面演起来轻松吗？不轻松，可是就是跟第一个版本不太一样，是第一个版本他用了一个通俗剧结合小丑的方式。哦，那通俗剧的话，它目的就是要让观众哭。哦，让观众哭。对，可是我们再一次《美丽人生》第二版呢，我们就是纯小丑的方式，所以呢，小丑的情感就像妈妈说的，很多是来自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所以我们也会受感动。可是怎么样子把我们那个情绪转化成笑，让小丑把那个情绪再升华，让观众又哭又笑，这是另外一种感觉。这太难了吧，团长？你这个挑战很大哎，真的。对，演员这一次排练是真的很难，是难度很高。是，因为慧君一直点头。对，我要怎么样让他们又哭又笑？对，等于说，我们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丢题目给他们，一直刺激他们去思考生命跟死亡这个议题，所以其实真的是。我难度蛮高，但是也玩得蛮爽的。对，我想演员也觉得难度蛮高，不过就用团中讲的也应该演得蛮开心的，很欢喜。真紧吼，乡亲朋友记不记得有带了个信息，到底还有乜个精彩嘅内容，还有 Q&A 有乜个有意思嘅资讯，然后大家来分享哦。除了下请你嘅乡亲朋友先聊下啲马场，等下转咧就好好来看，到底还有乜个新奇嘅事情，就得来分享哦。今日东方伊做的绕墙到沙丁碰哈剧团沙丁庞克剧团的团长，还有我们的演员来到两片，然后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新戏哈再一次美丽人生哈，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很期待，但是又好像有点紧张的这种情绪在里面。那大家台尬是不是熊因为这一部戏是从第一部《美丽人生》延续到现在，对啊，那新戏的内容我们现在当然只能用讯息的方式来透露，对不对？画面是还没有公布，还没有演出嘛。不过又带到头摆走该美丽人生一些 Q 嘅片段，所以呢大家来分享一下，本大家来感受下，那到底形容应该一出戏吼。所以你绕墙你该向前面上面看，比较故戏该提出戏嘅短短嘅影片。对，阿妈都把这样说。明星哦，华丽了哦。看不起这种咖啡机。对不起，你要大杯中杯还是小杯？你们不是只有中杯吗？对啊。好啊。
然后大家看到的就是前一部《美丽人生》的精彩画面，其实不只是精彩画面啦，就取一点点内容跟大家分享哦。在里面看到就觉得。我觉得可以感觉到又哭又笑的气氛，团长自己才回顾，是不是也觉得很感动？是，真的是有很感人的，也有很好笑的，融合在一块。对，台尬有可能在里面的那些演员，其实他们有他们自己特别的造型。对，比如他们化了一点妆，对，然后也有像是小丑的样子，对，然后这一次的演出也是会用小丑的样子呈现，对。这一次呢，我们一样会用红鼻子，等于说那个小丑的形象会更鲜明，对，比上一个版本更鲜明。他们也会玩得更放肆、更喧闹、更欢乐这样子。对，刚才是好像类似是白色或者是比较肤色的鼻子，对，所以这次就是直接用红色的鼻子。对，可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台尬，因为我们讲到小丑，我们一般人的刻板印象就觉得小丑应该要长成怎么样？我们对于小丑的形象，比如说他一定要戴怎么样的假发，对，然后一定要穿成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小丑一定是怎么样形象。可事实上，在这里的小丑形象跟大家认识的不一样，对。等于说小丑它的发展历史其实也是蛮短的，对。那发展到今天之后呢，其实会我们所演的小丑会想说，当我们拿掉这些夸张的装饰、夸张的化妆之后，还有什么东西是最核心的，是可以让观众笑的？我们变成说更着重在表演上面，更着重在角色的塑造上面，更着重在演员的表演技巧上面，让这些东西能够被看到，变成让观众发笑的主要的原因。对，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某种程度稍微切割一下大家对于传统小丑的一种。我们说绝对印象，对，我们不说刻板印象，就是绝对印象，就觉得小丑一定是那样子，其实不一定，其实他讲的是一个态度，对不对？他讲的是小丑的一个态度，对，而不是说一定是在那边做一些很华丽的什么样的一个演出哈。所以像慧君在里面这一次，因为慧君扮演小丑医师也很多年了，对，然后现在在里面，所以其实听团长说你演的就是自己。对，应该说我们这种小丑角色是来自于演员自己本人，对，所以我的小丑就是小花，然后她就像一个小女孩一样，很爱玩，然后不想长大，然后有点胆小，然后很容易受别人影响，就像是我自己的放大，把我自己的某一个部分放大出来。可是呢，当戴上红鼻子的话，又跟我自己有一点点不同，因为红鼻子就像一个面具一样，它会保护我自己，不会把我完全很赤裸的展现出来。团长呢？团长看小花演，有觉得那是他吗？是啊，是啊，有觉得就是他平常就是这样子的个性。他刚刚说什么？有一点害羞、胆小，然后别人影响。你就会发现他戴上红鼻子之后呢，所有这些特质又被放大，是。然后呢，他的那个情感丰富的部分又更澎湃。然后就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然后也有时候害羞，但是有时候也没有那么害羞的小丑这样子。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哦，因为一般来讲，泰嘎周一个时节，其实你是演别人的角色，就比如说给不应该我要演一个很凶的人，OK， 我爱就变成很凶的人，或是给不应该周一个黑阿爸呀、阿梅就是你真的，我觉得演员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你有时候可以演。另外一种角色，从另外一种角色里面，其实你也会得到一种诠释或是不同的释放。可是这一部戏《青某 Q K T》他们没有要演别人，他们要演自己。所以你会不会因为演完这部戏的时候更认识自己？会吗？应该说，因为这部戏里面有很多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情感跟生命经验，所以感觉有很多的宣泄在里面。太棒了！就是譬如说，里面有一个我们很多即兴的题目，有一个即兴的题目是就是你选择一首歌，你要献给阿嬷或者献给谁？那我选择的那一首歌是想要献给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已经走了，然后我想说，可是因为我每次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个情绪有点太多，我没办法好好唱完，所以我想说，
透过这个机会，怎么样子转化这个悲伤的情绪，然后可以献给他。对，然后导演就帮我找到了一个方式，因为我每次唱就想哭，对，所以就一直没有办法唱，所以他就帮我找了个路线，就是我怎么样都没办法好好唱这首歌，反而就是走到了一个喜剧的路线。理解，对，这个太有趣了。我觉得我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因为你一冲就想难过，对不对？对，那你就在里面演，反正都唱不好的就对了，对，是不是这种感觉？永远没有办法真的好好开始唱。对，你真要唱的时候就唱不好，对，要找卫生纸找不到卫生纸之类的。哎，你看这就是一个你们。也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对，因为所以其实我觉得会很有趣的地方是，变成这部戏也是你们大家一起的集体创作，对，会有这个过程，对不对？对，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经历都不一样，对。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有另外一个即兴的题目，就是说。你在5分钟就要离开人世了，就要前往阴间了，好可怕！听起来很可怕。但是在这5分钟之内，你可以做任何事情，说任何话，做任何宣誓都没有问题。然后，所以在这5分钟之内，你想要做什么？对。我觉得人很有趣哦，你每个生命阶段遇到这个同样的问题，表达会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小丑表现的不一样。像有的人呢，他很开心，对，包包都收拾好了，我终于要走了，大家拜拜，然后还开直播给大家，我到时候会直播给大家哟，很开心这样下去，对，是。然后呢，也有的人呢，他就是开始讲条件。我怎么样可以不用去阴间？然后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然后我可以表演3颗球、5颗球丢球，可以拜托不要让我过去。是。然后也有的小丑的，像慧君又是另外一个例子。像我就是觉得说，哎，其实我平常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没关系，我不害怕，因为我会去天堂。来吧。然后后来想想，哎，我好像也没有这么完美，就我是不是有犯了一些小错？然后开始忏悔，想说该糟了，该不会下地狱？有没有？对。我觉得很害怕，就是那个情绪的转折。我觉得太有趣了。我觉得这也是成为演员或者是经营一个剧团团长，这中间其实也是不断的检视自己，对，然后重新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对。然后每一次的重新检视、重新认识，再回过头来，你会用一个不同的感觉跟态度再往前看。对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嘅。那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有趣，是从你谈团总，然后让人讲到佢哋有一啲采访开始嘅动有意思嘅歌唱哦。相信大家談到遲到動有意思，還有冇嘅精彩嘅內容，大家先聊下，啉下茶，你定下陣再來好好講。今日大家咧小改一出信喜哈再一次美丽人生。这一部戏其实是相隔了4年，经过了改版之后的一个新戏，对。然后刚才团总啦傅一gün演员呢，其实分享了很多。其实你们在幕后彩排的时候，等于是集体创作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我觉得这好有趣哦，真的，就是大家每一个人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然后投入在这个戏的编剧里面，所以大家感觉上其实也是共同编这一部戏，是对哈。其实我刚才在广告的时候，我有问过团长一个我觉得很困难的问题，就是说你想想看，又要演自己，对，但是又带着红鼻子，好像又是一个保护色，对，然后又要让人家又哭又笑，其实这对演员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很大的挑战，等于说逼着演员必须要去很诚实的审视自己，对，然后接受自己的缺点，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自己不敢呈现给别人那一面，然后把它全部挖出来，变成他在台上表演的素材，赤裸裸的。如果那个人是一个很讨人厌的人，假设他我举例，比例哈，就是说，那他就要演出来自己是那种人，对。比如说我很小气，就会周乃很小气，因为如果你真的是赤裸裸的呈现嘛，比如说像慧君有提到说，我可能很害羞，但你可能因为演戏，你会稍微夸饰他，对。所以其实等于是重新检视自己，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勇敢的过程，是，因为首先你必须要先接受自己原本的样子，对，然后再在台上有点像是嘲笑自己一样把自己呈现出来，但是相对于演员来讲，我相信这会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解放的过程跟
能量的释放，对，对不对？感觉可以更加做自己。是，然后因为刚刚说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再放大，那当你放大到一个极限之后，它就会有个荒谬性存在，感觉它就不会这么沉重。就是当我很小气，大家都说我很小气，我觉得是不是一个负面？当你把那个小气再放大，感觉它就会走变成一个喜剧的节奏在里面。是，所以这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不过记得清有意思哈，记得讲有时候这种集体创作，我觉得创作就是一件这么有意思的事情。有时候8点档连续剧也是你们的点子来源，所以很认真在看连续剧呢。对，其实。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东西？是因为刚好我们就是刚刚讲到我们法国的讲师来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对。然后呢，他在旅馆就很无聊，就看电视，然后转就可能也看不懂，对不对？也看不懂。但是他就转到我们台湾的8点档，他就看得很专心，很认真。他觉得哇，你们演员都演得好用力，好卖力，然后那个情感都很澎湃，是。然后呢，他就觉得实在是太棒了，对。然后他就一转念。好像在演舞台剧啊，然后把它搬到舞台上，搞不好反而会有一个喜剧的东西就会跑出来，这样子，好有趣哦，对不对？你看他听不懂中文，但是他光看演员的表演，完全可以看得懂8点档在演什么。我觉得，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也就是说，真的是不同的戏剧内容啦。因为有时候泰嘎扣一跟时间，有时候比较写实，对嘛。因为戏剧有时候很写实，就好像在演你真正的人生，对不对？对，每种呈现效果某 Q 优嘛。那有时候我们泰嘎会讲偶像剧有没有？就一看我们为什么说偶像剧？明明家里很小康，住的房子很漂亮，偶像剧有没有？就会靠一个他讲有没有？对啊，然后男主角永远都英俊挺拔，有没有？黑吗？偶像剧。那有时候有一些连续剧会不会比较夸张嘛？你就会起卡，对不对？所以他演坏人哦，你一看你就知道他坏人。对，写实剧是到底谁是坏人？因为看不出来，看不出来。8点档连续剧演坏人的时候就会。捅台马对，他不用演，你根本转过来你要转过来，你根本没有看任何一集，你转过了，你一看你就得他坏人，对嘛？因为你共发给时间就会用，跟你说，斜眼瞪人，对，然后那个可怜的人一转过来就很可怜，可怜。对，我觉得那个法国讲师就会看到安永你，对，他就觉得这个表演真的是太棒了，很有趣，他不用看懂台词，呀，不是，唐也是，看不是，你讲就敌。他们在演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创作的激发嘛，对不对？而且这次在里面道具里面也是很努力。是我们这一次，我们用的道具都是我们一般日常生活常常见到的东西，比如说像雨伞啊、像扇子啊、像桌子、椅子啊，甚至灵堂啊，都有可能变成我们其他的意义，变成用其他使用方式这样子。对，所以你用起来会觉得很困难吗？会吗？应该说是感觉还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会变得更有趣。像我们里面有一段是我们想象说阿嬷就是离开之后，她怎么到达极乐世界的旅程。这个过程有演是不是？对。然后呢，我们可能就想说她会经过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可能会用布，感觉她穿过了一个海洋。对。然后呢，可能会有鸟，就是用扇子来呈现。然后可能会经过一个森林，然后我们就是用气球、竹子。就是反而会让观众感觉来到一个异想的世界，所以其实也是很隐喻的方式来表达，对不对？对，有点像是这一群小丑呢，护送着阿嬷去度过这个前往的关卡。怎么办？我怎么听我都觉得很悲伤。那赶快来看戏，对，赶快来看戏，因为我们3个我们3个人叠天从大追故宫的金本义，大家都一直笑，可是内容都是护送阿嬷。对，不是这样，我觉得这就是人生要经历的过程。对，我觉得伊莎你从出生到你长大到你一定的年纪，你一定会经历身边的好朋友或是亲人的离开。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常常得做节目的时候或是访谈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一定会有这个过程，可是。我觉得这真的要你自己去体悟、去感受，然后去学习，是去接受。对，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去看戏会开心啦，因为你们会跟观众有互动，是不是？对，就是团长刚表情好神秘哦。对，因为我们
排练嘛，我们有些东西会很明确的固定下来说，这边就是这样演，那边就是这样演。但是呢，导演也会跟大家说，那这一段大家就自由发挥。对，到时候现场看现场状况，跟观众的互动，你们就自由发挥，自己去玩，很即兴，就开放给现场的状况去发展。这样，我觉得这很考验演员呢。对，可是也有非常多惊喜在里面，因为就像导演说，他说就是观众就像我们另外一个 partner，所以他给我们的回馈是什么，我们只有当下才知道，所以每一场演出可能都会是不一样的，有惊喜在里面。对，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如果说你本体有一团他即兴的演出的时候，会取决于观众的反应，对不对？如果你现场观众哇哈哈大笑什么，你们心情不一样，可是如果你放下都被你们逗哭了。或是观众一片沉默，没有反应，演员的表现又不一样。对，因为有时候其实像看相声也是这样，因为相声演员其实他们也是，你看背词背这么多，但是你知道现场，你知道相声就是要让大家笑嘛，对不对？说学逗唱嘛，对不对？结果你讲半天没人笑，对，是很尴尬，是不是？鼓手给相声演就要有不一样的。这个有没有他的反应是什么？对，他要开始使出他浑身这个最厉害的这个技巧来，那这个也是一个很考验演的考验。对，所以你们也有这部分，是不是？很直接，是不是？如果买一看夜神，有可能会直接跟我们的慧君有直接的互动，也有这种机会吗？欢迎。对，这个很重要。不过，在这边我们要先讲一下，其实我们先赶快哈，在节目快结束，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我们的演出讯息。是对，我们背得起来吗？可以，我们就是4月21号到23号会在台南盐水的永城戏院演出，然后之后呢，在5月5号到7号会在台北的松山文创园区的多功能展演厅演出4场。而且这次其实是我们要邀请大家来看戏，好，希望大家都可以买票进戏院。我们要鼓励大家买票进戏院，而且在这边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你们有售公益票，是吗？对的，因为就是说，我们剧团同时也有在进行小丑医生的计划，所以呢，如果您愿意买我们的公益赞助票，就是1200的公益赞助票，那这个所有的收入都会直接捐到小丑医生计划里面。对哈，小丑医师可以太感没按料给他们会到医院去做服务，对，带给不一样的，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疗程啦。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心灵疗程，对，而且是不是输入什么什么可以打折，是不是？对，打折讯息也要讲一下哈，对不对？黑狗，怎么买票？我们跟观众朋友讲一下怎么买票，输入什么？对，各位呢可以到我们两厅院售票系统，打上再一次美丽人生的这几个关键字呢，就会到我们的售票页面上面。然后之后呢，你只要再输入我们的秘密的售票的那个讯息，叫做“我爱沙丁”的英文 I love Sardine ILOVESARDINE 就可以有折扣给大家。是哈，有些朋友会讲知道讲哈，到底要输入吗？该吼，你要他看天使有吗？下面那排英文丝有吗？你就大天后给时间打进去，你买给票就可以打折，好浪漫哦，这个过程。对，哇，时间过得很快哦，今天真的。很开心的欢迎团长跟我们的菲律宾都鸦片，真的谢谢，以后有新戏都要来跟我们大家分享，谢谢你们，谢谢主持人。好，相信朋友哈，要记得哈，係講大家要機會要慳嘅時間，找你嘅好朋友，叫大家去買票去看戲吼，聽出都有意思。聽下來咧，我哋做認同了。